梁教授啊，咁你喺語常會嘅語文基金資助裏面嘅學科學術語言探析，支援非華語生以中文學習中國歷史呢一個研究裏面咧，採用咗語料庫嘅方法去分析中史教科書，可唔可以同我哋簡述一下喺呢一項嘅研究喺中史學科學術語言嘅使用情況同埋特徵有乜嘢嘅具體發現啊？好多謝你嘅問題啊！其實個問題咧好長，有幾個關鍵詞。首先咩叫做語料庫先？語料庫咧其實只係一個我會當佢係一個工具咯。而個研究嘅緣起咧，就係我哋知道由2020年開始咧，就中國歷史就成為咗香港嘅初中中學裏邊呢一個必修科目。咁當時咧，我因為都跟進咗非華語學生學中文嘅課題咧一段時間，我就覺得好好奇。人人都知道非華語學生學中文咧已經夠困難嘅啦，仲要佢哋學中國歷史，仲要係必修嘅科目，究竟老師可以點樣應付呢一個咁艱巨嘅任務，咁大嘅挑戰咧？咁我哋教書梗係要備課㗎啦，咁我就會由教材嗰度着眼，咁我就諗如果非華語學生有機會係學中國歷史嘅話，而係有用中文嚟學習嘅話咧，咁佢哋會唔會學多咗中文咧？佢學多咗什麼中文咧？咁所以當時咧，我記得就搜羅咗最新出版嘅。我哋知道香港嘅教科書咧，其實係有唔同嘅出版社可以自己編寫噶嘛。咁咧就搜羅咗5套嘅教科書，即係當時即係喺市面上可以買到嘅教科書。就係中1、中2年級咁樣，咁我哋咧就亦都動用咗好多我哋大學嘅同學啦幫手啦，就係將所有見到嘅教科書裏邊嘅文字咧，全部變晒文本，然後將呢啲文本咧全部咧倒晒入去個語料庫裏邊。咁你用一啲語料庫嘅分析工具咧嚟做一啲統計分析。咁嗱，聽落去咧好似電腦可以幫我哋做好多嘢，其實就唔係嘅，因為咧，點樣去將嗰啲切分咗出嚟嘅詞語，再將佢分類咧，其實都係經過人工去判斷啦。同埋有時咧，有啲詞語咧，我哋都唔知應該點樣去分。我舉個例子啊，譬如地方咧，咁樣嚇，你識唔識地方？咩叫地方？喺中國歷史嗰個語境裏邊咧，個情景裏邊咧，地方咧可能係相對於中央，係咪？我哋講緊中央政府同埋地方政府有啲咁樣嘅差別。咁所以簡單嚟講，我哋統計完5套教科書嘅2個年級嘅所有用詞之後咧，其實我哋就整理出有一啲咧係中國歷史科專有嘅術語嚟嘅嚇，即係譬如你歷代嘅統治者啦，佢哋有唔同嘅體制啦，咁又有一啲制度啦嚇，簡單嚟講都係制度啦嚇，咁變咗咧就係除咗喺中國歷史呢個學科裏邊咧，喺其他學科、其他場合係唔會使用嘅一啲詞語。咁但係同時咧，我哋又發現，即使係中國歷史科都好啦，咁都其實係有好多用詞咧，現代咧其實都仲係沿用緊嘅。譬如政府啦、原因啦、會講經過啦、會講結果、影響呢啲發展。經濟呢類咁樣嘅用詞啦嚇，其實都係我哋日常生活中，甚至乎可能聽新聞都會聽到嘅。咁所以喺呢一個研究當中咧，其實咧我哋就整理咗2個詞表。中1年級最常用嘅常用詞，包括咧有中史學科專門嘅用語啦，亦都有啲常用詞。咁中2年級亦都一樣。咁當然因為中1同埋中22個年級咧牽涉嘅朝代唔同，所以嗰啲常用詞，即係話越係出現頻率高嘅詞語咧，咁其實咧就可能係反映出嗰一個課題或者係嗰一套教科書咧所佔嘅篇幅有幾多咯嚇。咁呢個咧就係第一個階段嘅即係一個研究嘅發現啦。咁其實咧做完第一個階段嘅呢一個研究之後咧，我先發現做呢個研究可能唔係最重要。因為咧喺個研究嘅過程裏邊咧，我哋都有去邀請一啲夥伴學校，即係錄取非華語學生比較多嘅學校咧，係去將我哋有啲教學設計咧係試教，咁同埋咧就情商到一啲老師俾我哋觀課，咁變咗咧，我哋就會睇到非華語學生原來喺學習中國歷史，哪怕係一個已經係調適過嘅課程都好啦，其實佢哋可以學
到嘅內容同我哋嘅期望咧係會有唔一樣咯。唔一樣唔一定唔好喎，反而咧我會發現到老師係更加能夠咧係因材施教。其實學習咧係重質不重量嚇。咁如果咧能夠咧係讓我可以發掘更加多老師喺課堂上邊一啲良好嘅做法，可以推而廣之嘅話咧，我覺得咧研究嘅意義就會更加深遠咯。梁教授啊，咁樣非華語初中學生通過中文學習中國歷史咧，有啲咩得着咧？同埋佢哋喺學習嘅時候又有冇啲咩限制㗎？係啊，我覺得咧因為非華語學生學習嘅中國歷史嘅課程咧，其實都係在經過調適嘅。首先咧就係香港嘅初中中國歷史科嘅課程係調適咗一次啦。咁然之後喺嗰個修訂咗嘅中國歷史科嘅課程嘅基礎之上咧，就再調適過一個適合非華語學生學習嘅課程。咁所以相對嚟講咧，其實過去有一啲比較詳細嘅治亂興衰啊、政治發展嘅狀況咧，其實咧係可以淡化少少嘅。咁變咗好多學校咧都會係側重於咧介紹傳統嘅中國文化。咁咧就同埋結合咧傳統中國文化同香港嘅情況啦，同埋咧現代社會、現代生活之間嘅關係。咁所以其實咧嗰個經過調適嘅中國歷史科嘅課程咧，會係有趣好多啦，同埋咧文化色彩係會比較濃厚。其實佢哋係會加深咗對中國文化嘅認識啦嚇，唔係一啲歷史，可以係一啲文化嘅認識。譬如可能最少佢都會識得孔子啦。講到元朝嘅時候，佢又會好有共鳴咁樣講翻佢哋自己嘅祖先。佢哋好多人都識成吉思汗，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喺個課程本身個內容學習嗰方面咧，其實我覺得比中文科更加有趣、更加吸引咯。因為我自己係中文老師啊嘛，咁所以當我去到中國歷史科嘅課堂，睇完啲老師用中文嚟到教中國歷史之後咧，我覺得我哋應該翻嚟咧喺中文嘅課堂嗰度咧，都好好啲檢討一下。咁個限制喺邊度咧？當然就係嗰個文本嘅問題啦。因為始終非華語學生咧，佢個閱讀能力咧係冇華語學生咁強嘅。再者咧，就係因為一直以嚟咧，中史科嘅教科書其實佢嘅編寫嘅方式咧，都會係比較傾向用一啲係好濃縮、好簡練嘅中文。咁所以喺我觀課嘅過程，我哋會發現咧，好多時咧喺非華語學生嘅中國歷史嘅課堂裏邊咧，中文字出現唔係咁多咯，反而咧就係圖片、圖畫就好多啦。咁甚至乎咧，越出越新嘅非華語學生嘅中史課本，或者係佢哋啲教學嘅配套咧，好多時咧都好似睇連環圖、睇漫畫咁樣。咁用一個比較誇張嘅筆鋒啦、畫風啦咁樣去讓啲學生可以了解一啲，譬如可能係歷史故事啊，或者係一啲可能戰事啊嘅經過啊咁樣嚇。大致上係咁樣咯。有一啲歷史嘅事件，有啲歷史嘅話題咧，其實非華語學生係有機會思考。我覺得呢一點係非常之重要啦。我舉個例啦，我觀察過一個中二嘅課堂，老師咧已經講到五四運動啦。咁而老師用嘅教學策略咧，就並不是説明1919年發生啲咩事，跟住巴黎和會有邊一個國家派代表去開會，反而咧就調翻轉，將當時嘅一啲國際形勢，可能係展示地圖啦。咁然之後咧就係介紹不同嘅譬如德國日本嗰啲，即係喺有參與會議嘅即係國家嘅代表，同埋再講翻當時中國嗰個形勢。跟住咧，老師其實咧係用一個角色扮演嘅活動，去讓啲學生咧扮唔同國家嘅代表，咁去類似辯論咁樣。咁當然成個課堂老師用咗好多心機去設計。非華語學生要表達嘅內容，老師其實係提供咗一啲框架俾佢哋去參考，但係學生係好投入咯，同埋佢哋係會將自己想講、自己嘅感覺咧係想表達出嚟。喺中文課堂從來都冇試過咧，或者係冇老師係夠膽咧講到啲咁深嘅話題嘅，成日都係去公園啊、
去餐廳啊，係咩好好食啊咁樣。咁其實非華語學生係好少去餐廳食飯，因為佢哋食嘢係有啲禁忌噶嘛，未經過一啲祭祀啊、祈禱嘅食物，佢哋係唔會亂咁食噶。咁所以究竟我哋教學生嘅語文同埋學生真係需要用嘅語文係唔係一樣咧？其實我哋都係即係仲要研究同埋仲要學習啦，要去了解咗先，咁然後我哋先至負起咗我哋即係作為老師應該有嘅責任。係，梁教授啊，你嘅研究報告咧提及到非華語生以中文去學習中史啦，既係一個跨學科語文學習，亦都係內容同語言嘅整合學習。呢個為前線嘅中史科老師同埋中文科老師喺實際嘅教學上面又可以點樣協作呢？好啊。其實咧有趣嘅現象咧就係好多中國歷史科嘅老師其實都教中文，咁所以學生可以點樣用中文嚟到學習中國歷史咧？其實對嗰個科任老師嚟講咧，都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專業發展嘅議題嚟嘅。我遇過教得好好嘅老師咧，其實佢哋都唔一定係話教非華語學生中國歷史教過好多次，反而咧佢哋係好明白學生咧需要學啲乜嘢。咁所以我原先個諗法咧就係，如果英文科可以作為其他英文科以外學科嘅教學語言嘅話，咁中文最近嘅親戚科目就肯定係中國歷史啦。所以如果學生除咗係學習中文之外，仲能夠用中文嚟到學習嘅話咧，咁呢個學生佢嘅中文能力就一定更加有機會提高啦。咁所以係所謂跨學科學習中文咧，我係希望為非華語學生啦創造更加多學中文同埋用中文學習嘅機會。中文科同其他學科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因為語文呢個範圍可以係好廣。我想講嘅就係話，如果我哋有一啲學科要學習嘅知識作為一個支點或者作為一個出發點嘅話咧，咁其實非華語學生學起上嚟咧，又可以學到嗰個學科嘅知識，同時咧又可以咧係通過中文嚟到去表達佢嗰個學習嘅內容。咁呢個係所謂內容同埋語言整合我嘅理解啦嚇，唔知道係咪即係完全正確啦？嗱，其實咧，因為喺中文科裏邊咧，我哋都會學唔同嘅詞彙啦，我哋又會教啲學生唔同嘅句式啦，係因為字詞句段篇啊嘛，又會教啲學生咧什麼修辭手法啊、寫作手法啊咁樣。咁我就喺度諗緊咧，如果我哋教一啲學生一啲實用嘅中文嘅話咧，咁會唔會係中文科同中史科嘅老師有一啲協調，將中文科會教嘅句式，其實咧係考慮或者優先考慮學生會喺中史科用嚟答題用嘅，都係嗰個學生啫嘛，係咪啊？嗰個整合咧係可以發生喺學生身上嘅，又唔一定係需要老師咧係去用學科嘅界線咧係啦去分得咁開噶嘛。咁我呢個建議我同過啲前線嘅老師分享嘅，即係譬如話我哋要達成一啲咩目的，係咪啊？為了什麼什麼咁咧就做咗一啲行為啦，或者採取咗啲行動啦咁樣。咁呢啲喺中史科咧係會用得着嘅。我哋要教因為所以原因結果，講到影響嚇，或者有啲重點嘅表達嘅方式咧，甚至乎係我哋叫做有一啲結構啦嚇，即係話語段嘅結構。如果學生嘅能力高少少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嘗試咧，係喺可能喺中文課堂學咗先，咁然之後咧喺中史嘅課堂嗰度咧就即刻可以用啦。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做得到，同埋可以做得好嘅地方咯。